自往2025年4月1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信仰的真相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路加福音20章20节到21章第4节。这个密探来问耶稣讲：“老师，阮知你所讲所教示的拢真对，无偏心，只有忠实教示上帝的道理。阮纳税互罗马皇帝凯撒有下律法无？”耶稣看出因的诡计，就对因讲：“摕一个银币互我看，这有啥物人会上甲2号？”因应讲：“凯撒的。”耶稣就对因讲：“安尼，凯撒的物互凯撒，上帝的物互上帝。”因伫公众面前抓袂到耶稣的话芳，佮伊的应答，互因真着惊，就点去。有一寡主张无国活的撒都该派的人来耶稣遐，问伊讲：“老师，摩西所写的律法甲阮讲，若有人伊的兄死去，某要活地毋久无囝，伊做小弟的，着带兄嫂替兄传宗接代。以前捌有7个兄弟，上大个带某无囝就死去，第2个、第3个嘛带因兄嫂，7个拢安尼，无囝就死去。后来，迄个妇人人嘛死去。安尼国活的时，这个妇人人是倒一个人的某？因为这7个拢捌带伊做某。耶稣甲因讲：“今世的人有嫁有娶，不过为堪得对世人中国活佮进入来世的人，就无嫁无娶，因为因是国活的人，未阁死，甲天使相款，是上帝的囝儿。”关系世人国活的事，摩西已经伫得到的刺配迄段经节有指明，嘛称呼主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。伊毋是死人的上帝，是活人的上帝，因为对上帝来看，因拢得活。有几若个经学教师对耶稣讲：“老师，你讲了真好。”因就毋敢阁甲伊问啥物。耶稣对因讲：“人哪会讲基督是大卫的后代？大卫本身伫诗篇讲：主甲我的主讲，你坐我的正边，听候我，互你的对敌屈服伫你骹下。”大卫都称呼基督做主，基督哪会是大卫的后代？众人在听的时，耶稣对伊的门徒讲：“着提防经学教师，因爱穿长衫，行来行去，伫市场口互人请安，伫会堂坐官位，伫宴会坐大位。因侵占官府的家伙，挑故意祈祷真长，因为受搁较重的刑罚。”耶稣抬头看到好佫人将因的现金ฮ็落去奉献柜，伊佫看到一个散车的官府献2个铜钱仔落去。耶稣讲：“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个散车的官府献入去的，比众人献的佫较多，因为因拢是献因用剩的。毋过，这个官府虽然真善车，还佫摕所有的生活费拢献落去。”信仰的真相。法国文学作品《上主》
内面有一句经典台词讲：只有用心看，才会当看清楚。重要的物件是目睭看袂见的。确实，人看到的常常只是外表，会当真正看出内涵和真相的少之又少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遐个外表看起来敬虔的经学教师，都耶稣看出因是假敬虔的人。过去，因为经文段落的划分，往往互人简单看到散车官夫的奉献，佮将伊解说做毫无保留的奉献的最佳范例。总是照着经文的中心分段，咱通了解这个故事，其实是在指责经学教师的最佳明证。当咱对这一大段经文有新的了解和诠释，通发现耶稣伫21章4节所讲的。毋过，这个寡妇虽然真善车，抑佫摕所有的生活费拢献落去。即句话并毋是对寡妇的称赞，是互活听者反思。当寡妇因为经学教师的教导，就甲一切拢奉献的时，伊的下一顿伫倒位咧？佮谁会当照顾伊的欠缺咧？对耶稣的即句话，通看见，伊是伫批判经学教师滥用人对上帝的敬虔，借着安尼剥削社会边缘人和弱势者的家产，佮再用假虔诚的长篇祈祷来遮掩家己的贪婪。耶利米书22章第3节写明，上帝吩咐人爱照顾孤儿寡妇和外侨。人人欺压弱势者，就是藐视上帝的公义。路加福音第4章10到19节记载，耶稣伫安息日来到会堂，有人摕先知以赛亚书互伊，伊就拍开书卷，宣读即段话：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伊用油抹我，互我传好消息互散车人。伊差派我宣布，受掠的得到透放，无看见的佫看见，受压迫的得到自由，宣布主恩惠的年。可见，信仰将来毋是诚做压迫别人的工具，是要互人对上帝的话语得到透放，得到光明，得到自由。有一遍，我和会友做伙探访的时，讲到，想要伫新任中日就任的时，仿效耶稣的样式行洗脚礼。结果会友回答讲：恁是牧师，牧师是高高在上、神圣不可侵犯的。迄时我和先生异口同声回答：牧者是爱服侍人，若干那想要受服侍，迄叫做教主。信仰将来毋是用喙讲的，是爱实践出来。台湾基督长教会的宣教士中，有真侪用性命行出信仰内涵的人，无论是早期宣教师马雅各、李修、马偕、巴吉勒，也是后来的南大卫、医生一家人、马希洛阿嬷等等，拢是安尼。以外，伫家己当作致力照顾身心障碍者的普敏道，伫台东创立广东高工的谢疾平等天主教神父，也拢是用性命活出信仰真实内涵的人。甲遐简单会晓讲却袂晓做的经学教师相对，咱看到甚物才是敬虔佮活出信仰内涵的生命样貌？未想，
我是毋是披着宗教的外衫，实际上却对人行打压、欺负、自杀？我是毋是高举家己，为了彰显上帝的荣光？我是毋是披着宗教的外衫，实际上却对人行打压、欺负、自杀？我是毋是高举家己，为了彰显上帝的荣光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认清信仰的本质，活出真实的生命，毋是带着敬虔的外表，做出互你厌恶的事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